TVB 曾志偉回應魯振順哭訴中年好聲音搶走機會，可以隨時離開。就在最近 ，TVB 的資深藝員魯振順在一次 TVB 內部會議中勇敢發聲，公開表達自己對現狀的不滿。他直言近年工作量大減，更把矛頭指向中年好聲音出身的那些歌手們，指他們頻頻獲得公司提供的登台機會，令原本屬於是老將的工作被搶走。他在申訴的時候情緒激動，言辭懇切，當時的現場氣氛也一度緊張起來。曾志偉回應，不是特別新聞，人人都會經歷。對於魯振順的控訴， TVB 總經理曾志偉在今天回應香港傳媒時表示，自己當時雖然沒有出席當日會議，但已經知悉整個事件。他認為這並非一個特別新聞，甚至表示已經習慣，稱現在也隨住年齡增長，很多不同的 TVB 藝人都會面對相同的問題。他更補充，其實也沒有一個藝人可以在公司裏面做到老的。曾志偉就認為，這也香港演藝行業的現實。長江後浪推前浪，我們也是盡量保留舊人，但部分角色和工作機會自然會減少。TVB 已盡力安排。曾志偉就坦言，現在整個香港娛樂圈市場環境不如從前，其實也不只是 TVB， 現在連整體業界都在經歷轉型和萎縮。他還指出 ，TVB 算是現在業內仍有較多份量的電視公司，也已經是提供最多工作的平台之一。他強調，面對現今局勢，藝人要懂得調整心態和角色，去留自由。曾志偉鼓勵藝人可以隨時離開。面對部分藝人對於工作減少的不滿，曾志偉表示理解，但他之後也越得坦白，如果大家覺得需要離開就離開這裏，去外面尋找其他發展也無妨。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追夢自由，公司亦不會強留。如果有時候還繼續留在 TVB， 其實有時對外接工作反而更不方便。這番說話雖然聽似放手，但也透露出現實壓力。即使是大台，也未必能滿足所有藝人的工作需要。中年好聲音成新寵，掀起資源競爭。自 TVB 開設中年好聲音這一個節目以來，不少參賽者迅速走紅，成為觀眾新寵。這些中年素人歌手頻頻獲邀參與商演、登台、綜藝錄製，在觀眾中擁有一定人氣。相較於資深藝人，這類新血似乎更能引起共鳴，也令資源配置出現變化，同時帶來個人 IP 效應，獲得贊助，公司付出的成本也相對較低。所以魯振順的不滿，正反映出舊人與新人之間的矛盾和焦慮。現在香港娛樂圈優勝劣汰的機制下，誰都不能保證永遠立於不敗之地。魯振順的哭訴表面看是一場情緒宣，但背後卻折射現在 TVB 內部的殘酷現實。藝人們如同潮水，後浪不斷湧來，如何在時代洪流中維持曝光和價值，是每一位資深藝人必須面對的課題。無論是繼續堅守，還是另尋出路，終究都是他們對熱愛的堅持與選擇。